前景樂觀。跟住小野。外國集團領袖發表聲明，指現時全球經濟雖然唔明朗，但係對長遠前景仍然樂觀。國家經濟增長放緩，但係新興市場嘅經濟增長仍然保持強勁。法國領袖關注糧食同埋原油價格急升，增加通脹嘅壓力，認為有需要擴大開發投資，增加產量並開發可替代能源。全球暖化方面，法國領袖一致同意喺2050年之前，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最少一半嘅目標，作為世界整體目標。各國又同意自行制定2020年中期減排目標。但係有環保組織批評，與會國冇定下中期減排目標嘅具體細節，又認為減排一半嘅目標並唔足夠。另外，法國領袖呼籲糧食充裕嘅國家開放庫存，協助糧食短缺嘅國家，又要求撤銷糧食出口限制。無線電視記者黃思琪報導。今日點講？民建聯公佈9月立法會地區直選參選名單，表明唔會同有意參選嘅葉劉淑儀協調。林子豪報導。佢真係唔敢埋去嗰站嚟嗰度。呢間屋嚟㗎嘛，咪住間屋嘛。希望保持上屆8個。好啦，小姨。港島區方面，上屆喺九龍西勝出嘅前主席曾鈺成排喺名單嘅第1位，蔡淑玉排第2。九龍東選區係進入不擔任有2位區議員出戰。李慧瓊第一次想攞嘢食啊，白河西，而新界西，喂，主席譚耀宗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。攞啊，小姨。至於新界東，江華山出選。攞啊。早前已經辭去特首辦特別助理嘅職位。民建聯喺舊年立法會補選曾經為會議副主席助選，但係今次唔會再幫佢。配票點樣配法？冇諗過呢樣嘢。咁佢都好明白咧。到我哋呢一次啊，佢做乜係俾佢貼住咗梳化上咧？低能㗎，低能㗎！我哋呢個白痴小二咧，我哋組成民建聯超低能啊！咁我哋會呼籲翻我哋嘅一路支持開民建聯嘅朋友啦。佢個嘴都喺度笑緊咁樣咧。另外，新民黨確認港島區真係天真無邪到爆啦！嘅第1位，預約未退。真係唔知細路險喎啊！小二真係。社民連就派出5個人參選。主席黃毓民選九龍西，梁國雄同陳偉業分別喺新界東同新界西爭取連任。